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主持人阿明詹伟民。叫困难新得过，相助帮赞写自然。今日要紹介一位來賓，有真濟種身份，伊詩人、作家、生態觀察家，伊用伊筆寫出伊觀察，有自然生態，有鳥類，嘛行遍台灣進行古老勘查，更加透過旅行研究台灣的歷史，賣當講伊是台灣史旅行研究者。伊是老客商，今日台灣新眼界文化新台灣單元要帶你了解伊的故事。台湾新眼界今日非常邀請到這個老客商老老師來到咱節目現場。老師你好，你好，你好，阿明好，大家鄉親大家好。哇，老師最近佫去爬什麼山？哇，最近爬真濟山啦。上重要的哈，定定去的是迄個深坑。深坑。炮仔崙有一個茶山。茶山。遐差不多我去，唔知幾啊家呀？為我差不多20當前，行到今嘛，差不多1、2個月攏會去一屆。是啊，這個過程內底，你是毋是逐屆去，逐屆攏有新的發現？應該是安尼講啦。遐個人吼，20當來，逐家攏捌啦。捌了，逐屆去吼，問個就講，譬如講，我碰到你講，恁阿敏你今仔哪會過來？是。當時安尼講，阿敏啊，你最近恁爸爸安怎？恁媽媽最近安怎？講阿敏啊，最近身體有較好無？你的胃即馬安怎？佫有安怎？定人講這種問題吼。你講今仔有啥物發現無？伊是一種累積，足久長的。以前攏講，你10當前你安尼，即馬20當前安尼。咱爬山吼，伊普通人爬山講去1屆2屆爾。但是你的一個山頭，你若講行10當20當了吼，迄個感情是完全無共款。是。所以我甲茶山講，即個茶山就若像阮兜後壁門迄粒山共款。有這種感情，主要是講，因為我台中人。台中人的時，我住的所在台中市。以前我出去外口就是田園，有人做田吼，有水溝啊，有掠魚啊，釣魚啊嘛有。即我轉去，莫講有田有水無，迄當然是無。嘛毋是講迄無爾，講你過年轉去5、6當無轉去，找無厝佇搭。找無厝。都攏起大樓啊，邊仔攏起大樓，你家己厝攏找無啊。是。家恁兜也捌啊，邊仔攏無捌啦。這種代志。這種情形常常發生啦，唔是講我朋友攏安尼。所以佇這個山內底認捌的人，攏是20當來累積起來對無？這個人這個感情應該嘛真好。伊看到你10當前甲10當後，這個觀察是無共款的。你頭拄仔講到這個，你住佇台中這個烏日高張犁嘛對無？是。你拄仔講這個溪是應該是土庫溪對無？土庫溪啦，吼，流川啦，流川，瀝川啦，瀝川。其實我以高張犁到尾搬去台中市，佇台中市佇個台中市市政府邊有一個學校叫做台東國校。是。台東國校大家攏知影，迄是以前120當啊。是。日據時代，迄陣日本人讀個學校，咱讀個是攏讀特別中校啦，讀個啥物光明啦，還是南屯國校啊啦。台東國校是攏日本人讀個啦。是。但是因走了，咱才用入去讀。阮爸爸拄做遐個老師，所以我為高張犁差不多5、6歲時就搬去遐住。只是講你定定轉去烏日吧，高張犁遐。嘛，定轉去，你5、6歲，但是嘛轉去看阿公阿嬤攏佇遐嘛，家己親戚朋友嘛攏佇遐。所以你甲土地這個感情應該是真深。是啊，我即擺要是烏日即有一個叫做文史的。迄個調查的伊迄個工作室啦吼，我佇遐嘛是做迄個伊的成員。所以佇內底，你講到這個土地真深，其實我會記得你定定轉去釣魚啊，對無？摕到這個釣竿。規個台中市，逐條溪我攏釣過。安怎講？為白亞溪啦吼，咱為白亞溪啦吼，土庫溪啦，甲流川、瀝川無魚啊啦。流川嘛無啥魚啊，旱溪啦，煞逐條攏釣過啦。是，所以人來講，你是自然寫作，是毋是對這個釣魚啊開始？11、2歲先開始釣魚啊，我想較這應該有關係。你種較特別的一種國校3歲，嗱，
3年的时阵，迄阵咧铁马，咱拢知影铁马中落一个长棍啊哈，你打袂起哩嘛，无办法打伊啊，嘛是安尼用咧，甲撑脚甲撑过去，啊一边安尼徛圆安尼，一个落落安尼，啊嘛落甲去啊大渡溪去钓鱼啊，是大渡溪呢，大渡溪去钓鱼啊，为阮兜徛到大渡溪，上即摆徛40分，真远，对，徛到汉溪嘛，差不多爱半点钟，啊嘛是安尼钓，啊迄阵吼奇怪，我妈妈有咧管我，啊嘛毋知我下再出去去打，啊。中昼有食饭嘛，无食饭，伊嘛袂记哩。反正暗时顿下就好啊。是，啊是安怎开始自然写作？你拄则有讲到，这可能钓鱼也有小可关系。这其实吼有足复杂的原因啦。我感觉毋是讲你自细汉去钓鱼啊，灌渡沟，安尼就变做自然的写作的作家。写作是写作啦，自然是自然。我感觉自然主要是伫你大学的时阵。也是讲，你家己的生活内底，你有什么变化无？譬如讲，我可能大学时，我开始咧写诗，我一寡写诗的朋友，这写诗的朋友内底可能无这种人，但是因为常常为着写诗，你就定下黑白走，黑白住伫遐一寡，因为我伫读文化学院，住伫遐草山，阳明山就叫草山，啊，我住伫遐种深山内底，逐工出来外口就直接抓死猪啊，去互车搞过，啊无就反正遐足侪奇奇怪怪物件，啊你就对这物件较兴趣。万草药啊人你嘛注意到，所以你写的诗拢会甲这有关系。啊然后啊做兵啊都毋知安怎啊抽到迄个海流啊，海军陆战队你知影吼？去龙泉训练，我想我死啊去抽到海流啊，我是军官啊海流啊我想我死啊都在做，都毋知要做什么兵啦吼，一定去操死。啊那要海流啊到尾要搁抽签的时阵，去抽哇，海军舰艇兵，什么叫海军舰艇兵？我第一个听到海军，什么叫什么舰艇兵？原来就去去船顶，去咱台湾的杨志号，敦木远航迄种啊，敦木远航，对，迄种的，专门咧我拢掠迄个潜水艇的，吼，这种船啊，去内底，咱咧以前的国歌吼出来时吼，拢这种船，伫遐嘣嘣嘣，就这种船，去遐做军官，啊了伫遐，因为我足奇怪哦，台湾嘛真趣味，24台迄阵24台这种船啊，吼，这叫做驱逐舰，这24台内底有12台会用出去，12台无办法驶出去，咱是足老的，12台用出来底，甲4台用专门咧走，另外8台拢咧用困，爱修定保，爱修理嘛，结果我很衰去抽到4台，4台内底有我你讲的迄个专门出国的，我迄台佫专门出国的，哇！但是我真衰。伊转来了，我才去哩，所以我拢捌出去。伊咧听话的时阵，你才去哩。对。所以迄听话的时阵，你拢咧做啥？毋是，伊为外国转来时，我才去哩啦。对。我想讲，我做兵用出国偌好，结果毋是。伊转来了，我才去哩。要出国时，我都退伍，真衰。但是转来了吼，这台真用咧。这台专门咧走台湾的，逐工咧踅台湾，我真衰。去哩无第二天就出去踅，吐甲密麻。甲迄胆汁啊，胆汁啊，能吐甲出来。哇！但迄天吐过了，无代志啊。然后，我的海军就足生活真快活，个海军啊，做军官，饭拢人打来互你食啦。衫嘛人洗，拢人洗嘿，我毋捌洗过衫咧。你做过啊？我较早读这个军官学校的。我咧啊，对，拢人洗啊，然后拉药来先，我就注意到，你4点钟无代志，看拉药啊咧飞。看天顶安尼飞落来呢？靠港时吼，船边啊拢无啥人，甲边啊来去，拢无啥人。拉药看拢无人，伊就飞足近的。所以你徛伫遐时，迄拉药都为你头前安尼1、2公尺，都甲你飞过去。吼，你目睭看你呢，1、2公尺看你，你迄种感觉，那阵呢一种足奇怪。你拉药那阵代表一个什么自然的什么物件？接近你安尼。系啊，你以前拢毋捌有这种经验。你搁遐尼孤单无聊，做兵毋知咧想啥，看到一只拉药安尼飞过来，你自然有一个物件，阮叫做看鸟的人，拢是一种叫做灰烬，就安尼叠起来。叠起来了，叠起来了，你就回不去啊，无办法转去啊。是，你就变做一个开始关心这种鸟的一个少年的写诗的人，慢慢啊，迄个时阵。你就慢慢啦，
譬如讲你休困的时候，你去册局，你就开始买这种册来看。焦虑的册来看。趣味的啦，1980，这个时阵，我会记是1980的时阵，差不多1月2月时，我去册局去显的时阵，拄好一本册出来，台湾的叫做台湾的鸟仔类的图鉴。这个图鉴出来时，拄好新出来哦，很快。其实迄本编了无讲介好啦，迄鸟仔很快你看嘛。你现场你看鸟仔，该对袂出来，对袂出来。迄画了毋知啥话，无共款。但是你会感动啊！哇，哪有这种册？啊，你看到迄种蜡药吼，啊，你看到就感觉你对这有兴趣啊。所以我从做编时开始吼，做编就开始咧看鸟仔，一直看到退伍第一天，第一件代志就是去买吊镜。哈，吊镜，对，吊镜，你叫带镜哈，嘿讲买老 Q 了，就是讲就望远镜啊，是，我就去买，啊买无呢？买无？迄阵这种物件是那阵甲军事情报有关系啦吼，就讲吼，买着这物件，爱去啥？去台中港去买招书的，那才有卖这种物件。啊，但是我嘛走去啊买，啊第二项代志，去参加鸟仔会。我参加台中鸟会，啊，拄伫阮兜边啊，骑铁要骑走10分钟去参加鸟仔会，啊，阵做铁差不多小平头嘛，哦，迄阵做兵拢小平头，去迄会场咧偌紧张的，看到我呢，足奇怪啊！哪有一个人偷摸地要来参加鸟仔会？警总会来啊吗？哎，对，伊就咧怀疑，啊，但是确定啊，因为啥呐，我就念一寡鸟的名，是，伊感觉。这警总无可能安尼来，啊，第二就是阮兜住伫边仔咧，我讲阮兜就伫搭，啊，讲了伊就知影哦，啊，这个有实在，在地，伊就讲哦，你等者哈，我带你来看，哎，看到我就安尼，看边仔有人无人，迄阵我惊着，你是创啥？一直看，我阵我毋知你看啥，伊就看拢无人，你等者我带你来去，啊，就甲带，啊，因兜是铁工厂，鸟仔花伫来铁工厂内底，迄阵足奇怪吼。伫迄塑，因为是铁工厂，塑胶工厂啊，伊做塑胶的，塑胶迄个卖吼。哎，就安尼弯来弯去，毋知弯去尾内底搭住伊，弯去尾伊住的所在，伊的房间。啊，阵我作敏感的讲，哎，会长啊，你想要带我来你的房间？伊讲无啦，我惊阮太太看到。我紧张，啊，恁太太看到，你啥意思？伊讲阮太太无看到，我才敢带你来看，啊，无去让太太骂。我仲感觉奇怪，你是创啥？结果伊甲伊眠床顶，你来看，我这眠床，我眠床创啥？结果伊眠床的下骹会拄啊，扭开，哦，你扭开个眠床的拄啊创啥？扭开，你又内底要创啥？唱吊镜？无啦，毋是，毋是，跳的，内底拢鸟仔卵。鸟仔卵，嘿，伊甲讲吼，我专门咧收集这个鸟仔卵的，做标本的，后尾互你知影讲。你这个人甲你讲哦，伊讲少年，你甲你讲，我是台湾哦上高看鸟的人。是。你今仔碰到一个 No.1的人。哎，对啦，啊，互你看讲伊收这个有偌厉害安尼，表示讲，但是其实吼，迄个时代是安尼啦。即摆咱的时代就尽量讲吼，你除非你是专家，你做这个标本的这个观察的人做研究的，无你应该是袂用。收这个物件，啊，但是伊可能有迄种合法性，我毋知啦吼。反正迄阵我看，我感觉笑到要死。我看者爱情讲，哦，原来你要看者，看了讲，伊就关起来哦，等者，我带你来看一个所在。我奇怪，你要看啥？我就讲行遐上关顶，伊迄个工厂上关顶。我想讲，啊，讲去上关顶创啥？迄关顶就知影，哦，去了，我就知讲，伊要我看啥？伊要等讲。伊不但是收这个鸟仔卵，第二就是讲，伊标本啊，鸟仔吼死去了，迄个标本啊，伊嘛做足侪好看。哎，标本我看了讲，你看，我是那是讲碰到一个全台湾上高看鸟仔的人，专家就对。我其实免好看这，我也是要参加啦。是，哇，讲到这个看鸟仔，老师其实伫这个腊杯这个观察嘛是有这个真高这个部分，咱来看一下 VCR。
就亲像《小绿山之歌》《小绿山之舞》同款，伫我近市内郊区的步道，通常是老客乡的人险之地，嘛是伊找找创作灵感的来源。这一天，咱要做伙行的是深溪茶山步道。这条路吼，伫那二古时代地图吼，1904的时阵吼，台湾的宝图吼，二古时代做的宝图内底就这条路啊。这条吼，阮即摆叫茶山古道啊，以前人叫宝架路。这条就是去到民营草厝遐，已经有3、4间咯。伫叶无伫飞行手机的年代，一支千里镜、一张纸、一支笔，就是伊行古道一定爱穿的快乐绿背包。按看鸟开始，偷窥自然的生态观察，行到倒，画到倒，看鸟啊，正做伊写册的所在，熟悉伊的人，拢叫伊爱鸟的人。啊，看鸟迄阵哦，鸟啊甲500种哦，足好看啊，一下就看到啊。所以我拢内底拢带一个望远镜。开始看鸟啊，是因为咱对自然哦，开始是唔知要安怎接触。啊，另外就是讲吼，鸟啊有咧鸟啊册，用兴趣用看。不管是深山大水，也是郊区的步道，拢有老客乡的脚迹。一条路，伊无介意只行一摆，因为观察大自然以外，也佫有真侪人的故事。全呢，伊变做诗人吴成形容的老客乡，按爱鸟的人变做爱旅行的人。为鸟啊，就捌虫，捌的环境，过来捌规个山庄，吼，捌规个山。咱安尼慢慢行了，20-30冬落来了，咱其实对这个土地的感情，是用一种，我感觉是用一个较博物的博物学家迄种角度来看规个所在。规路拢会拄到伊当地的老朋友，按看过大自然，增加到人文的记录，老客乡感受到更较侪在地的生活智慧。参像这一条石头甲茶库相搭的步道，就是伊眼内上界水的步道之一。一排的，只有一排吼，拢是迄个茶坎仔吼，甲石坎仔无共款。啊，这茶坎仔是阮找无石头的时，都用茶来做茶坎仔。最近拢大部分拢是茶坎仔无石头啊，因为石头拢用以前的人吼摕来拢做路做了啊吼。啊，咱佫无爱用水泥啊，普通也是无是讲啊，无咱用伫外口甲用迄水泥来。啊，这种是无好啦，无好是呾了钱。啊，另外大家搭起来嘛无会感觉足艰苦的，迄路搭起来就无舒服。你行起来先吼，拢感觉安尼那阵行起来安尼那阵，都是讲迄个关渡山，我拢会考虑啦。啊，考虑了。打起来人就真较袂讲感觉安尼会骨，吼。啊，另外就是讲，嘛袂讲打啊定定，大家来斗相共，来做朋友吼，甲以前的换工这种好的优良的传统吼，这种优良传统甲这传统用甲保持落，换工变做志工，变做义工，吼，我感觉这真有意义，爱有一个回馈的心。还有一个，咱要甲人互动，要一个，互这个所在遐尼好的所在，互较侪人知影，毋是讲咱家己报互知影尔，咱家己嘛要聊落去，聊落是讲咱咧参与。自21岁出版头一本册开始，老客乡上无简单已经出版约60本的著作。香港是产量真丰富的作家，按动物、食物讲到步道、铁道，按台湾写到香港，包括诗集。散文、出过绘本、儿童文学、小说等等。想要甲大家分享我的自然的世界，啊，分享我的价值，分享讲愈来愈工业社会的时阵，自然的意义伫搭。咱看到自然，要安怎甲自然伫咱的旅游的生活内底，会用甲这自然放伫一个较重要的所在无。按爱鸟的人、爱旅行的人，即马加入社区，伊变做家己人。老客乡讲，环保是一个 ING 当地进行的代志。大地即个母亲，嘛伫咧无共款的阶段，互即个作家无共款的感动甲礼物。用鸟来写文章，啊，佫用一寡自然科学的迄种观念、迄种概念来写文章。啊，佫家己本身佫有伫野外现场看到的这种经验，哇，这不得了！
看见台湾是头一部按空中翕台湾环境状况的电影，导演齐柏林甲刘克襄真有缘。迄阵我甲何华仁咧看鸟啊，伊咧拍画鸟啊，我咧写鸟啊嘛。啊，阮咧拍片时，有一张相片，迄何华仁甲我翕迄张相片，去刺激到这个齐柏林吼。啊，齐柏林伊才会讲，原来这种行业，还有这种拍自然这种行业，这嘛会用变做一个，无一定会用变，这个兴趣嘛用行出一条路来。伊是为着安尼受到刺激了，伊就开始要行这条路线。啊，我嘛无想到有一天，伊会行到讲，为拍这个相片了，煞济迄个直升机去空拍。这名青年是刘克襄甲何华仁记录自然甲社会环境放弃的过程。刘彦明是台湾生态纪录片的先辈，嘛是当年做过骑奥多摆世界去做自然观察的伴。写作写了几啊档了后，刘克襄伫咧机缘之下接落来浩客漫游主持人的工作，甲王浩一摕到第52届金钟奖最佳生活风格主持人奖。啊，伫浩客漫游内底，这种主持我希望是嘛有较侪种人文的角度，甲自然观察的角度，也是讲咱去洗菜市啊，咱嘛有一寡菜市啊迄种背后的迄种环境环保的，也是种有机的迄种食安的这种这种问题，伫咱的访问内底用自然就讲出来，啊，这种讲出来嘛，互咱的听众朋友也是讲在看电视的人知影讲哦。原来伊咧买菜，伊的买菜甲人无共款，伊的买菜拢会去问讲一寡有意义的，爱买在地在地当时的，有迄个季节性的、较安全的，这种问题拢会伫伊咧买菜的问题内底拢会甲讲出来。学的是新闻，捌伫真侪间报社食头路。刘克襄其实是一个新闻人，虽然50岁时早就已经退休。啊，毋过对媒体有理想，伊也是接落来中央社董事长的职务，希望加关心文化、农村、环境甲保育。这国家通讯社虽然海外，这是海外这报道新闻嘛真重要，但是我感觉除了公正、快速了后，咱嘛要对这弱势族群甲文化这个物件做重点，我嘛希望行这个路线。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机会，互咱的媒体用行一个较正确的，用行较等下一个较好的品质。伫刘克襄的生命当中，因为大自然，伊交到真侪好朋友。这部角色的转换，嘛伫咧大自然当中得到真侪思考甲力量。哦，老师头拄则看到这个 VCR 内底啊，你有真侪种身份，但是你一个身份就是鸟类的观察，你介出名呢？我因为我是上早，我头讲过吼，我是上甲普通人比啦。我从你这个年纪的时阵，我就开始看鸟啊。啊，迄个时阵伫1980这个年代，看鸟的人其实无济。啊，看鸟的人佫会写文章，佫用鸟来写文章，迄嘛是过去来讲。真少啦，毋捌看过这种人。啊，其实用鸟来写文章，啊，佫用一寡自然科学的迄种观念、迄种概念来写文章，啊，佫家己本身佫有伫野外现场看到的这种经验，哇，这不得了！伫迄阵，即摆看起来无啥，差不多随便街仔路看到拢足侪拢这种的啦。但是你是第一个人啊，人讲这个自然写作你是头人了呢。对，较早的人啊，较早是第一个写较早写的啦。其实即马写足好的拢比我侪。是，不过你这个观察有影响到这个齐柏林导演。是，你进前佫有公开伊写互你的2张批。哦，这真使人感动的这个部分。无啦，这是嘛是意外啦。其实我甲伊我伊捌的时，伊是差不多40几岁。迄阵开始一定咧坐迄个直升机咧伫高空咧摄影啊，是，啥物啊？吼，迄阵开始啊。啊但是伊甲我讲，迄讲第一届碰到是，伊个甲拦掉了，足紧，那阵碰到周杰伦安尼，有干呢讲，哇啊，刘老师我真欣赏你安尼，终于遇到你安尼，我是安怎？伊讲吼，我少年的时阵，伊差不多16岁、17岁时，伊迄阵读一个阳明山一个高中，叫敦旭啊，纯旭工商。
伊迄阵是一个五专生，迄阵五专，啊，毋知要创啥。到一天伊可能咧献杂志，迄阵就一个大自然迄个杂志吼，迄内底拄看出我的文章的款，也是看我的册我袂记得啊。伊讲有看到一张我的相片，迄相片是我伫关渡1982啊83的时阵，我伫关渡我跍伫一个水塘内底，啊摕一个迄个单筒的迄个大炮的，大炮迄种摄影的，伫咧翕照啊，啊有人甲翕到，翕一张美丽啊，啊伫遐翕，啊一张看起来袂歹看吼，迄个构图袂歹看，一看到了就讲哇，无想到这个世间也有这种行业，啊伊可能爱翕，可能爱摄影吼，是，啊看到这了讲，伊个爱自然，伊就是讲，我嘛想做这种代志，伊就记到这，然后伊可能看文章，感觉这个人做的行业。伊感觉那阵伊嘛真适合咧，伊就对这开始有兴趣。所以那阵迄个转去了，伊就开始去买这种较相关的迄个即个摄影的即个长的迄种翕照的长的镜头啦，袂用迄种短，伊可能开始去买，可能买2手啊3手的，啊就开始学。但是为遮就慢慢咧行到后尾就有机会就去坐迄个。这个直升机去遐翕高空摄影，伊是为安尼开始的，所以伊对我有一个感情，就是讲啊，迄阵也无捌我，所以捌就讲为杂志捌着我，伊是无这个可能无这种，那阵有这种灰烬掀起来，对，亲像你对咱讲这个灰烬，大家拢一个灰烬，啊，我的灰烬是可能是内hiệu，啊，伊灰烬是我迄张相片吼，啊，所以看到我足欢喜的，啊，到尾我碰到因小妹无一甲我讲吼，迄阵迄齐柏林一定过身啊，当了，因小妹碰到我讲，啊，刘老师，那一天伊讲迄天吼，齐柏林转去了，因兜伫台北拄阮兜边啊附近尔，转去了，就甲我讲吼，我咧讲吼，我今仔碰到刘老师呢，我碰到伊，够欢喜安尼，啊，这是我后壁才知影，原来伊迄阵甲我掠着手安尼甲足激动安尼甲讲安尼，伊捌着我，迄是足真诚的，真感动啊！是真的，系真感动啊！所以转去了，就甲伊慢慢安尼讲。哇！所以你迄当阵有公开着这两张批，伊当阵就是对你真欣赏。两张批你也有印象无？有啊，我就转去了，我就感觉奇怪，哪有可能遐尼激动啊？迄相片哪有啥？我家己看到拢无爱看啊！我就讲，你真的是安尼哦？啊，第二讲。啊！你即摆咧，你摄影坐直升机安尼去哩，啊！你敢无危险啊？你感觉安尼翕敢有啥物意思？因为咱老实讲吼，迄高空摄影出来第一张看到你足激动哦！这为迄那上帝迄个神的迄个角度咧看咱这个台湾这个世界，哪有真感动？但你看久了后，你会感觉讲，你也无去解说，讲啊这是啥物山吼，看来感觉都拢逐张拢安尼共款嘛。除非讲你有足够讲的。还是讲知影迄内底咩角，啊无你讲袂出物件。啊，另外就讲你坐这直升机，我无坐过，你坐一届了，你无想要坐第二届，足危险的。啊，你逐工咧坐，敢袂危险？啊，我对这个伊的这个行业吼真好奇啊。好奇了，我就下批甲问这个代志，啊，伊就甲我讲一寡讲，伊这其实伊嘛知影危险，但是伊都足兴趣的。啊，伊感觉这个行业啊，用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无人做过咧，你也无做，嘛无机会。第一无人要做，第二无迄个机会啊啦，所以伊一定要做的。啊，这是迄阵还袂拍电影哦，迄阵就讲这人有够笑。我较爱是看自然，看鸟啊，看什么，但是我爱逛菜市场，市场我看到我拢想要行入去，啊，但是我无爱食，啦，这个往后是看到啥就想要食，多两个煮个食素配咧。真素配啊！两个人行骹到全台湾安尼行几集？行3档呢？行3档啊！啊，其实学足多，是。其实咱去遐吼，其实嘛咧学啦。咱嘛毋是讲很牛的人，去遐嘛是讲，看到这物件，人甲咱讲了，咱知原来是安尼。其实两个拢学着足多，我嘛伫伊身躯顶学着讲，安那食才会食甲。较袂大箍，愈食愈大箍啦！我是愈食愈袂大箍。是，我知影安那食。所以伊安那食安那袂大箍，还是？毋是安那食安那袂大箍，是我为伊身躯顶看到。是愈食愈大箍，
是，所以两个人的节目这个互动嘛，真笑亏。我有看到一集是恁去这个宜林哦，宜林嘿，是这个部分，你嘛是讲这个坐这个铁路坐火车有无？坐到这个转弯，哦，宜水啊，宜水，宜水嘿，宜林无火车，啊，所以你讲火车都共地啊，但是两个所在拢有翕过。对，宜水对，这个部分。哦，恁迄工行这个专员，你嘛是介绍这个在地吼，这个王浩宇大哥熟悉，这个部分恁真自然的这个活动呢。是，我先甲你讲吼，片内底我唔知有这段无，就讲，伊其实到了就去食面啊，是，食迄什么迄个遐个炒面、炸蛋，啊，我奇怪，啊，你炸蛋才食过呢，搁食。15分钟就食过，你即我搁食，伊讲我无食袂使哩，无食袂使。袂使啦，伊讲伊大食好，伊大因为下再有，迄是叫做。隐藏版的美食，咱食到伫迄个宜水拢是食到火烧面啦，中昼拢去食火烧面，咱唔知讲早顿搁一个面，所以伫遐食。啊，这样食好啦，你也伫遐食，我陪你坐伫遐。啊，讲其实我拢食袂，拢咧看伊食尔。拢看伊食尔。啊，讲到这个菜市啊，老师其实甲菜市啊真有这个关系。是。这个菜市啊，这个部分哦，咱正看一下这个 VCR， 其实菜市啊，这个老师嘛写过一本册哦，啊伊。说这个菜市嘛有这个心得，咱来看一下这个 VCR。我伫迄个马沙这边吼，住差不多20栋啦。啊，20栋吼，所以啊，因为我做爱洗菜市啊，这个菜市啊是我洗上济届的一个所在。以前拢来遮买菜，啊，买菜因为这个所在小农较济哦，啊，我足喜欢甲小农抬杠买因的遐家己种的菜。老客商介意洗菜市啊，洗菜市啊，别输乌宝同款，总是会当找到料想袂到的物件。为笋啊，就讲这种笋刀啊，我真久无看到啊。啊，你这支用你家有咧卖啊？我若想要买一支啊。礼拜三甲啥落买？是台买。一担就当开工10分钟，按农产品产地安怎种，广告小农带到味道来，附近厝味道也阁有啥？伊讲小农背后的文化有特殊的意义。有人为边溪来，有的为迄个为迄个草南啊，有的为迄个石碇啊，有的为深坑。啊，因为来的所在无共款的时阵，啊，伊要摕来物件佫无共款，种的无共款。啊，其实这内底你着为伊这个卖的人会用去了解，讲咱规个附近的山区最近这个时阵拢咧种啥货啊。为这来了解咱规个环境，所以菜市也是一个生活博物馆。下这菜即摆应该袂歹食，下菜甲咸菜即摆较好食。啊，你今拢卖了啊？哎，我19号就点文山会号点啊。哦，因30当前去啊，30当前去大。啊，即摆多伫啊，迄个咱市场哦安尼哦，18市的市场嘛，铁啊几啊届啊。去菜市啊是要替厝内底人宽3顿。老客商伫咧册内底有讲到，查甫人会去洗菜市啊，除了是陪某，也是家己想要煮食，无就是要替阿母买肠啊。这边上去，这边上去。你在课本上才读得到的鼎鼎大名的刘克襄老师。他不认识的，你要讲课文啊。你要讲课文啊？你的课文里面有没有读到？有读到刘克襄老师的。他不知道，你要讲课文的名字。刘克哪一天？老师？什么野鸟的东西？啊，野鸟。有一个天叫做溪谷间的野鸟。伫咧《小绿之歌》内底，老客商改变过去大山大水佚佗的方式，改带囝儿伫咧附近的山头探索大自然。伊讲接触大自然对囡仔来讲有好无歹。自然环境出来囡仔，伊的 IQ， 唔是 IQ 啊，伊的 EQ 啦，伊的 EQ 绝对比人较好做出。伊有一个物件，伊咧失志的时阵，伊心情无好的时阵。伊知影有一个物件有个平衡，有一个平衡会用让它疏解，迄就叫自然。即马囡仔已经大汉，伊家这宝贵的大自然教育，继续早起校园，传予后一代。都因为有自细汉，就讲我有家己囡仔家己带大汉，啊你也定咧讲这，我面种有300个囡仔伫遐，我知影要安讲故事，互300个人安尼拢看到我，袂去1点钟内底拢袂去想别项代志，袂去讲话，我有办法。啊，有办法嘛是环境、自然环境，互我的有一寡足侪故事，互我知影咧讲互小朋友听。带学生囡仔种菜，伊嘛带学生囡仔去行步道、看铁道，也阁无意中去找找着阿母细汉时的马行国校，也阁有真熟悉的堆分车头。啊，我迄天是带囡仔去，啊顺道翕相，
啊，叫我囡仔画了，我等于我妈妈画好，我就甲囡仔甲我妈妈拢甲搭出来。啊，我妈妈感觉哦，我爱图，阮囡仔，阮囝拢甲画出来，啊，大家拢按赞。哦，100外人按赞，伊就足欢喜的。生态旅游正做老客商甲顶一沿后一辈之间的一条线，嘛看起来在地社区甲学生的自然经验。讲到这个菜市啊，你甲这个王浩一大哥，这好客漫游行过真侪菜市啊吧？都一集你上有印象？浩一吼，这个我印象上深的，就是等于因故乡，啊，等于大哥因故乡，王浩因故乡。啊，想要转去，伊咧制度性行销，讲一定要有选一个甲德山有关的所在，是，哦，伊就要选这个所在，啊无啊，那选一个甲伊有一个迄种爱选2个所在嘛。啊，无咱就选玻璃哇，伫边仔尔，啊好我就去啊，啊去了后，迄工真趣味，伫德山吼，伊就老大的嘛吼，在地，啊就讲讲哦，这个偌好食，这个偌好食，都讲啊一大堆，啊我这个有一个就行啊一个肉丸头，这我自细汉就行啊大，所以你一定爱去食，强调讲啊迄条啊我老随便你啊，你要讲迄道我你答，啊就入，啊入了我就坐伫啊，啊就开始翕啊，啊咱咧翕的时就。拢有一个安排嘛，导演讲啊，你两个坐安怎吼，啊，就坐较边啊，安尼镜头较看翕较水，啊，你来讲咧较自然的，好无问题，安两坐伫啊，啊，中有空一个位，啊，就直直食，啊，你食先食到一半时，毋知安怎，因为遐空一个位置啊，啊，就一辆桥带，啊，KTV我袂记啊，一个在地的人，可能嘛是甲阮年纪差不多的大兄来了后，就坐伫阮中，啊，这。阮的这个导演啊，他是讲，伊嘛无停咧，伊嘛继续，我本来就话死啊，这 NG 啊，那个停啦，迄阵脚啊无来，然后迄个第3届、第4届，啊那多这个上好的时阵，你佫讲来坐人中，我唔落阮死啊，好我心跳是脚较无来去，我想迄个大哥嘛是共款，一定讲啊有够水，啊结果落来了，伊就讲，人坐就讲，头家来一个，两个开始抬杠，啊最近安怎，啊就聊。啊，阵咧聊一寡迄个，我嘛毋知咧聊啥吼，反正心中无心情啊。啊，结果我就甲迄个大哥讲，啊，我毋知安怎，我反正失败，就甲讲，我就甲头那阵甲先就甲我甲伊讲吼，啊，阮的中就是伊嘛，讲恁这肉丸无台中好，啊，台中肉丸真好食。是，可能我感觉吼，甲中华肉丸上好啦吼，无一定啦，看别个。啊，那有条过讲德山吼什么肉丸，吼，恁这肉丸敢有好食？结果。这大哥无甲我讲话，坐伫中迄咧，开始甲我抬杠，甲我坐讲，阮这哪会无好食？开始讲啊，阮这食咧，我讲阮咧肉丸拢牵咧什么丝啥，什么牵丝的，我两个开始咧冤家，结果这个画面就拢翕出来，啊翕出来了，大家就爱笑啊，感觉这足趣味。那两个人对我一个咧冤家，啊结果这个变做一个这个画面内底一个意外，一个收获安尼。哦，不过讲到这个，你有主持人身份，你有这个生态观察家、这个诗人、这个作家等等这种身份，其实哦，你上早是伫这个报社工做工课安尼。我伫报社，因为我家己本身足爱做新闻记者的这个工课，但是我嘛毋是要做迄个伫现场报道。这我嘛爱啦，但是我无希望讲，逐工走去现场做新闻，一工的新闻。我希望做一个代志，那从我去看鸟啊，伫关渡的时阵，会用做一冬，做3、4个月，看一个所在，这个所在会用看较久的，这个南啊地吼，会用看较久的时阵，咱甲才做一个报告。我希望的报道是这种型的，是较完整的，这种杂志型的记者。然后我哋拢咧做这种工课嘛。但是我到50岁的时阵，就差不多12当前吼，迄阵感觉讲咱这媒体的环境一定毋是我少年的时阵，像你迄时阵入来媒体时，你有理想，啊，你有迄个想法，你有迄个环境会用互你生存。这种生存的环境，迄阵有，啊，马上去做你要想的做。甲我50岁的时阵，10几当前的时阵，我感觉这种机会愈来愈少啊。
愈来愈无啊啦，毋是讲无也是有，啊，咱另外就讲，家己年纪嘛大，啊，要做的代志要多，要做环境保育这代志，要足侪代志要做的，所以我差不多50岁时，我就感觉要退休。迄阵我就讲入去了，我希望有2项代志会用做。第一就是讲，伫文化这部分要加强。文化这部分包括讲咱讲台语，包括讲咱做艺术、做电影、写作，这拢是文化一部分。生活拢是足侪文化，这文化这部分要加强。加强，因为大部分的媒体吼，较袂对这方面吼，较有一寡讲，因为刚刚讲到文化新闻看的人真少啦。但是你国家媒体，你应该要有这个责任。所以我感觉文化这要加强。第二就是伫环境、生态环境，咱因为咱较这年纪嘛，无可能去定外口走，但是咱有机会，互更较侪少年人来参与，还是讲咱用这来做一寡较公益的，互更较侪人来参加，更较捌。安尼咱来接这个位的时，咱就较有意义啊啦。所以我迄阵会答应，主要是原因伫遮。是。所以这个责任嘛真大，对不？所以，不过你这个责任了后，你其实这个下班以后，还是较早要上班进前，是不是上爱行下到的所在是菜市啊？是，我到即摆也是差不多前2礼拜拢会过去站一块菜市啊。是，啊嘛毋是讲站家己厝里边啊，大部分人买菜拢是买30档拢买当边啊迄间菜市啊嘛，拢是安尼。我毋是，我是规台湾拢踅啦，规菜臭头啦，啊，足侪菜市啊拢是捌内底的人捌甲。食趣味啊！捌甲讲，迄位讲啊，你来啊，我有一家我定来去花莲咯，花莲去菜市啊，因为你今仔哪过来啦？我想讲哪有今仔过来，我都毋是住遮，啊，原来我想哦，原来我可能3个礼拜前来过遮，来看过菜市啊，啊，即个过来，就是我拢住花莲，啊，其实无啦，啊，佫一个佫注意，有一个伫宜林伫遐咧卖菜，啊，即个走去台中市第5市啊，伊看到我，老师你哪过来？我本来来遮，我伫拢伫遐咧买菜啊。毋是啊，我该伫啲宜林看到你咧买菜。我该是去浩克曼有得去啦。啊，你说我伫遐啦。伊讲安尼哦。我讲奇怪，啊，你伫宜林卖菜，你也卖到遮，搁咧卖？伊讲无啦，我礼拜5拢伫宜林，啊，礼拜6就伫这第5市啊，安尼。原来是这种故事安尼。是啊，你有写一本册叫做《查甫人的这个菜市啊》。查甫人行菜市啊，较罕你看你呢？是因为大部分以前咱买菜拢。妈妈、阿姊啊、阿嬷嘛，以前嘛拢对因去买菜，啊去过一届就无想要去，毋捌，啊无就感觉垃圾，啊袂足炒来炒去，无啥物趣味。但是这个时代无共款啦。啊，另外就是我家己的写自然写作，吼，甲一段时间我有感觉，自然写作毋是讲咧写鸟啊、写花、写草啊，也是关心咱的海洋甲关山，毋是讲这尔。菜市啊，咱的食安这个问题，嘛是咱爱关心的，因为这后壁背后嘛是啥，嘛是生态。咱要爱什么款的农业的生态，这关心到咱关系到咱的迄个产业，关系到咱要种什么物件，这拢是一体的啦，对，咱拢爱去捌的啦。所以行菜市啊，其实嘛是自然观察的一部分啦。啊，其实我嘛是菜市仔大汉的，我住南投。啊，顶回看到一个演讲内底，老师放着一个这个幻灯片，内底就是阮南投街啊。哦，你住台中走到南投去，都爱行都爱站。啊，南投以前吼，你嘛知影，咱咧讲台中的旅游的所在，日月潭啦，还是讲什么什么大坑啦，讲什么一寡所在，无人咧讲什么南投好耍的啦，南投市啦。对。人要去南投市创啥？但是南投市对我来讲是圣地呢。安怎讲？啊，就菜市啊。是。顶街甲下街行了上少1公里。台湾菜市有几个是安尼？南投市较有尔。顶市、下市，还佫分早市、暗市。对，还佫明宽市场内底咧。是。行入了才讲，我第一个上错着就讲吼，看到哇，这是一个足赞的所在是啊。迄阵是5月、4月起身，行无10公尺，讲奇怪。啊，这个笋啊，拢甲人头共款。这个笋啊，哪拢咱犁啊笋嘛，迄阵4、5月犁啊笋大出的。这个笋啊，哪会拢毋是青，拢是红壳的。啊，红壳我伫别位拢无看到啊。即马咱讲北部来讲，深溪、观音山、三峡、
拢是用大粒迄种青壳的梨仔笋，啊，这拢是红壳的较细粒，是安怎？去问才知影哦，原来红壳甲这个所在有名。哦，我感觉这真有意思啊！我若是观光局，我是南投的观光局，我就甲红壳的梨仔笋变做特产，甲包装咧摕来卖。咱来这个所在摕去，别人讲我送你6个梨仔笋，讲你送我梨仔笋送啥？阮到遮就有，但是阮这无共款哦，阮这南投的呢。我南投肯定红的，哇，这个无简单啊！啊，我感觉咱伫菜市啊，用学到就是种物件。譬如讲，咱南投这个，咱头讲恁这个菜市啊，是，搁一种迄个绿豆迄种，绿豆黄，绿豆，毋是绿豆黄，迄种有一种白色迄种安尼圆圆迄种诶，绿豆诶，什么饼，绿豆什么？哦，绿豆粉粿，绿豆粉粿是，包围拢是连角诶，你那是圆诶，一粒一粒安尼，那是那面膜安尼，对，一粒一粒。有人讲迄是查某人诶，这个 new bra， 啊对，但是这有出过新闻。对，足注意嘛，啊，就讲南投这种圆诶，啊，包围拢是用切做诶四角形诶，还是菱角形安尼，连角形安尼，菱角安尼吼。啊，所以你这圆真趣味啊，啊，较有呢。对，教恁这样做，啊，拢是啥？拢阿嬷阿婆杀出来那卖，啊，这做特色的啊。所以这部分你伫菜市观察到，啊，毋过阮伫人面册头顶哦，佫观察到你甲这个妈妈的互动哦，拢是透过这个人面册，是毋是安尼？啊，面册对个面册吼，因为是阮妈妈，因为这样吼，我其实这长照这一部分哦。我是足想要来讲者吼，尤其我妈妈一部分，因为我妈妈大部分老人家吼，那年纪大，阿公阿嬷吼，拢会听无，啊，有人是无办法动手，啊，有人是行路行无办法，啊，我妈妈是行路较无办法行，啊，淡薄仔听无办法听电话，啊，我来台北做代志，嘛是爱趁食，啊，但是我妈妈无人咧照顾，即摆拢是迄个外籍看护咧甲照顾。但是我一直看我听无，啊无讲话国语听无啥有啊，伊淡薄痛苦，啊毋知要安怎，啊逐工要甲问好要安怎问，我就想，毋得，这个面册吼，感觉是一个方法咧，大家拢讨厌面册，我家己嘛无啥爱，面册逐工伫遐看文章，啊看到后尾就变做讲，拢同温层伫遐咧取暖嘛，但是我所发觉讲，我妈妈甲教伊讲安怎看了，看我的，因为我以前咧拍浩克漫游。是。啊，拢无地咧嘛！啊，我妈讲啊，你到底走去所在？我啊，无你看我讲啊，无你来看面册，因为我伫面册差不多逐工拢会看，甲我的相片搭起，你就知我伫搭。是。啊嘛，为迄阵开始会晓看面册了，定定看我，伊就知影我最近拢创啥。哦，我最近去颁奖，啊，最近去爬山，伊拢知影。哦，所以面册变做伊用看到我创啥诶一个上好的所在。然后我想讲，你也既然爱看，啊无就搭较侪物件。啊，打了，我妈妈就讲哦，足欢喜的，伊到下拢会晓按赞，起赞落去安尼。最近我看迄什么南安小熊有无？是，有一只鱼。我妈妈本来惊鱼，伊也爱画图，这是我嘛教要甲教伊安怎画图。啊了，我打出来了，伊嘛，伊毋是哪按赞呢？伊嘛去找迄个，毋知位搭去找伊来，就写讲高兴，欢喜这两字欢喜嘿，啊像那讲高兴这2个字，伊找着欢喜这2字，伊嘛毋知位搭去找。伊这边也要剪贴一个字，啊个复制个贴上去啊。哦。啊个唔是个复制，那个贴图呢，贴一个拍婆啊呢，高兴啊拍婆啊呢。哇！你讲我妈妈真趣味。所以讲这脸书吼、面册吼这类物件，对老人家来讲，这嘛是一个较有意义的物件。咱尤其咱是外口的人，无办法定跟妈妈联络的时阵，为面册内底我学到足侪。是。等于是另外一种互动啊，科技的互动。是。不过看到这个老师哦，对这个面册啊，还是对这个主持节目，也是写到这个生态这个部分哦，拢是以真完整的这个资历甲资产哦。今日非常感谢老克兄、老师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你，感谢。台湾新眼界，咱后回再会。感谢老师，谢谢。